来看新北市警方伫三峡因果加强要抓大车的违规哦。最近一个月就开超过230张的罚单，其中刷这车的超载、有物件买菜这类的罚单都有32件，罚金是超过200多万。警员骑车巡逻，看到刷这车行驶，向强警示声响起来，叫驾驶先停落来。那你再带几个人？我看你车很重哎。干那用目睭就看得出，刷石车疑似超载，要求过磅测重量，驾驶甲警方划拍拉欠。你不过磅，我就是开单。开车载刷石车道有吐沙水，一点一滴流落来，也有人因为渗漏食红单。我先收一下。那我开的是渗漏。本分局今年7月起执行追杀勤务，针对大型车辆各类违规加强拦查举发，统计7月份已举发237件。警方伫新北市三营地区加强处理刷石车，违规地点出现伫尖山路、梁文街甲介寿路2段等路段，并看到包括超载14件。载运货物车辆无依规定15件，甲物件喷出来渗漏3件，敢若开出来这32件，罚单总金额突破202万。他的时候，第一个是超载，第二个是当他载上货的时候，他也希望赶快送到目的地嘛。超速这个也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，提高他事故的风险。刷石车驾驶会涉险违规，甲追求利润有关系，都惊超载佮超速，万一发生事故造成的伤亡危害，拢会来得更加严重。或者建议除了靠执法处理，一旦加强违规记点定处分，降低这类的违规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